大家嚟臨由香港區潮人聯會及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合辦嘅金馬歡樂迎隊灣仔千人陪賽宴嘅活動，我哋係今日嘅大會司儀宋之玲以及林子豪，大家晚上好。大家好啊！大家好，今日咧真係好熱鬧啊！咁今日咧我哋真係可以食咧好多朋友一齊咧聚首一堂嘅。咁啊天氣又凍啦嚇，咁所以咧大家記得真係要着多幾件衫啊。跟住之後咧台上咧有好多即係嗰個標準嘅美食喺度，但係大家千祈唔好打開住喎，因為咧我哋需要咧食環嘅同事咧 check 清楚啲食物咧係咪符合標準啦嚇，咁跟住之後咧先至可以食嘅。所以喺個行車期間咧，我哋有個簡單而隆重嘅呢個開幕儀式嘅，咁樣同大家咧一齊咧就聚首一堂嘅。冇錯，食物安全好重要，所以大家等候一陣啊！咁我哋先請呢各位嘅主禮嘉賓咧上台就座啊！恭請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謝曉東博士 MA，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主席謝靜怡女士，陪同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新民黨會言智庫主席葉劉淑儀女士，大專分研 GDSJP，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尤斌副部長，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張雁玲女士 JP。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立法會議員、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先生 GDSJP，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蔣榮先生 SDSJP，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胡定旭院士 GDSJP， 香港區潮人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楊敏芬先生。